文来到列王记上卷第3章讲到所罗门王的代志吼。所罗门王是以色列王国里面版图上大的一个王吼，一个王吼，伊是代表王甲拔示巴所生的囝。咱有当时啊看旧约圣经看落来吼，感觉所罗门王要做王，应该是介自然的代志，其实毋是吼。代表王的长子这一位知影知无？咱知无？有印象无？代表王的长子王储啊，就是应该爱做王的迄个大囝，代表王。有没有印象？押沙龙吼，押沙龙不是哦，吼，押沙龙不是，押沙龙还是后面的吼。他的长子叫暗嫩，有这个印象无？这个王子强暴自己的妹妹，就是押沙龙的妹妹啦，哈。他们都是同父异母了哈，刚这老爸带兵，哈，无共款的妈妈哈。所以其实所罗门王要真做，你要看伊历史要看，伊要真做代表王的继承人，其实是不容易哈。好，这不是今日的重点，咱就讲咧就好。代表王甲拔示巴所生的第2个囝吼，咱知影代表王甲拔示巴生的第1个囝吼，夭折对无吼？所罗门王。所罗门这字的意思是平安的意思吼，平安吼，太平平安的意思吼。咱来看所罗门王的功绩吼，伊所伫历史也是讲伫圣经重要的代志吼。第一件就是伊起造圣殿，本来代表王要来起造，毋过上帝无爱，上帝讲要伫和平。时期的君王较要好起吼，他说大卫王手怎么样？沾太多的血吼。其实所罗门王也不差啦吼，好，就是要伫耶和华拣选所罗门王来起造圣殿吼，这上重要的一件代志。来就是伫所罗门王的统治内面的时阵，国家足强吼，嘛足有钱。百姓拢做过真好的生活。第3点就是，我都讲过，伊是以色列王国，以色列人有史以来版图最大的吼，就是说管理的控制的地域上大的一个时阵吼。毋过后来伫主前160年吼，那个时阵已经都灭亡了哈。那个时候是希腊的，希腊的那个王很年轻死掉，那是谁？我看不记。死的时候把手伸在棺材外面，那个是谁？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哦，亚历山大死后分成3个帝国哦。然后比较是叙利亚那边的叙利亚王朝，管理整个巴勒斯坦的所在哈。迄个时阵，叙利亚王朝对犹太人做无好诶吼，想要把圣殿改做宙斯的神殿吼。那个时候有个马加比家族吼，犹太人吼起来反抗，竟然拍赢吼。迄个时代，马加比王朝。管理的所在，听讲比所罗门王时阵更较大吼。我重点伫遮，咱要讲所罗门王，他以至少3个最大的功绩，就是起造圣殿，国家最强，伊的幅员最广大，重要的是伊会当智慧治国，就是今日的重点吼。今日咱根本要写着智慧治国。其实有人讲到所罗门王所做的功绩做重要的代志。应该有第4项哈，就是伫教会历史相信教会的传统相信那个传道书是所罗门写的哈，这个教会历史相信传统上相信传道书是伊写的哈，箴言内面有几章嘛是所罗门王写的，
用所罗门王的名吼，来用伊的名所写。啊，还有另外一卷书是什么？旧约可能有另外一卷书，也相传是所罗门王写的，哪一卷？他们也有一个，才39卷，凊彩有嘛也有啊。箴言讲吼，对哦，他都有讲箴言里面有几篇是所罗门王的名字啊。团得书相传是所罗门，还有一个列王哦，不是。什么歌啊？雅歌哈，Song of Songs 啊，有人讲那是 Song of Solomon 哈，不太确定了，应该不是。可是相传哈，有些人是这么说，就是讲，这个人真正不论在文字事功哈，也表现都很好哈，他有很重要的以色列。王国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王，他把这个王国创造这个王国的巅峰吼，上悬的一个境界。啊，不过我若讲巅峰啊了，就是安那，就下坡了吼。对所罗门死了后，这个王国分成2个，一个是北以色列、南犹大。好，咱怎样？北以色列跟南犹大，哪一个比较大？北以色列跟南犹大哪一个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强大？较强较有钱？哪一个？啊？北以色列还是南犹大较强？好，北以色列有9个半支派哈，9个半支派啊，南犹大只有什么2个半支派哈，这样才是12个啊哈。啊，南犹大就是犹大跟那个便雅悯，还有半个马拉西支派哈，其他9个支派吼哪一个支派领导？南犹大当然是犹大这个支派的英传啊，那北以色列是哪一个支派的英传？上大的支派。各位这，咱若要思考古用吼，12个支派，就是以色列，就是雅各的12个儿子，对不？上是长子。谁有长子的地位？到后来谁有长子的地位？地位啦，大囝的地位。本来大囝叫做流辩，啊，不过流辩困爸爸的妾，所以被排除他的长子的地位。啊，老二第2个是啥？西缅，第3是利未。啊，这2个兄弟，伫事件成这件代志，有印象不？其实我们都讲过了呢。伫事件成这件代志，因为事件的王子强暴他们的妹妹，他们就用这个借口把事件成的男人全部杀光。他们当然是施一点小计，全部杀光，太过雄贵残暴，所以雅各就废了他们长子的地位，所以老大。第2个、第3位置都不见了，所以老四是谁？谁呀？犹大哈。所以呢，叫那白犹大是长子，对不？好，所以南犹大是犹大支派做领导哈。可是以色列人的传统不是这么想的哈。咱怎样？约瑟去美去埃及，对不？好，即马。全部以色列人吼，伫雅各的带领下面，拢去带伫埃及。然后雅各就甲约瑟讲：“你的2个囝，你伫埃及生的2个囝，我要甲当做我的囝。”安尼什么意思？孙仔变做啥？2个孙仔煞变做甲伊的阿叔平辈。听我咧讲意思，听有无？本来是约瑟的儿子，结果雅各让他变成跟约瑟同辈了，
孙变做囝这个分，所以等于12个支派里面的约瑟变成多了以法莲跟谁？跟马拿西哦，以法莲跟马拿西这2个支派取代约瑟支派。好，然后后来以法莲比较强，弟弟比较强，所以在讲约瑟都会讲成以法莲。好，约瑟会讲以法莲。啊，你若照你来看过，这咱讲吼，咱台湾人有一个古早有一个惯例吼，咱讲大囝会当分安那？大囝会当分双份对无？是安怎双份你知无？大孙嘛变做啥？啊，大孙算尾囝，所以迄个大囝会当分双份。啊，若照这个情况看起来，上分双份，约瑟分双份哦，是不是？所以到底谁是长子？是犹大是长子，还是约瑟是长子？好，所以其实这里是一个公案哦，就是北以色列就是由约瑟以法莲来领导，南犹大是由犹大支派领导北以色列比较强强大很多，无论在经济还是军事都比较强。不过咱可能有一个印象讲，南犹大比较好呢，那是因为南犹大的王列王，南犹大的列王拢比较起来是比较敬拜上帝的北以色列的王都没有所以我们在圣经看起来，会感觉南犹大是比较好，其实不是北以色列又强盛然后经济又富有好，讲到这里只是刚才要介绍所罗门王，那今麦要进入咱今日的经文一开始就讲所罗门王伊伫秋坛咱的台语讲做山头坛，翻得很好，山头坛秋坛是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巴勒斯坦原住民因咧拜因的神明的所在伫起座伫一个悬台，也是讲一个丘陵，一个较悬的所在就起一个坛就安尼伫敬拜因的神明。以色列人伫圣殿起座进前，因嘛是伫秋坛伫敬拜耶和华上帝。所以你得让想象整个巴勒斯坦迄个遐尼大的土地有介济的山头坛伫遐以色列人要伫堆敬拜，就会当伫堆敬拜。不过所罗门王起座圣殿了后，所有的人大家拢来耶路撒冷来敬拜上帝这讲就讲所罗门王伫基遍迄个所在来伊秋坛伫遐来敬拜上帝伊竟然会当献祭烧祭精生1000只你就知道那是一个很大的敬拜即便是伫迄个即马耶路撒冷的西北边9公里好迄暝圣经讲到迄暝所罗门王伫困的时阵，耶和华显现甲讲一个代志耶和华显现甲讲啥你若因为你来你听我，你爱我想事，你什么？你通对我讲上帝甲所罗门王安尼讲。跟他说，所罗门王求什么？咱拢知影讲智慧的心其实咱若读圣经较清楚的，伊是讲所罗门来恳求这个智慧的心，为着是要判断是非辨别百姓的是非才有讲到一个所罗门王讲最重要的代志，伊就是讲，你捌施大恩予你的奴仆，我的老爸大卫，叫伊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甲你伫地，行伫你的面前，你也予伊留这个大的恩典，就是赏赐伊一个囝，就是所罗门王家己坐伊的位，亲像今仔日安尼。耶和华我的上帝当你予你的奴仆煞接我的老爸大卫做王，总是我是囡仔，毋知着安怎出入。你的奴仆
踮伫你所建的百事中，这的百事做到未算治，也算未了。第9节就是所罗门所要求的哈，求你赏赐你的奴仆智慧的心，通判断你的百事，来分别好歹哈。咱无论是和合本，还是咱好多台语哈，讲的是所罗门所求的是智慧的心。啊，不过这个原文希伯来原文是不太好翻译的一个名词哈。第 NIV 英文圣经喜欢这 discerning heart 哈，有一点比较是分辨，会当分辨去判断的意思 discerning heart 哈。啊，不过这是 NIV 圣经是即马英文圣经上侪人看的一本吼。啊，不过你若是 NAB 吼 New American Bible 这本是天主教的圣经吼，伊是甲翻译做 listening heart。什么意思？听啊，一个听的心吼，这个是希伯来原文比较接近的意思哈。好，希伯来原文可能会翻成 hearing heart， 嘛是听的意思哈。要听什么话 ？listening heart。我要做王来判断，我要听什么话？听人民的声啊，上帝的声。我要判断人民呢？是咧听哈，这个希伯来文的概念是咧听上帝的声的心，上帝的声哈 ，hearing heart 哈。啊，你若用英文圣经比较传统那一本哈，就是迄个 King James 最后的修订版哈 ，NRSV New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哈，一起翻这 Understanding Mind 哈，就是一个会当了解的心哈。所以你哪里看起来？这里所谓的智慧的心是在表明什么话？智慧的心是在表明什么话？咱的和合本修订版嘛甲改做善于了解的心哈。和合版是讲直接写智慧的心，啊，咱的修订版改做善于了解的心，加迄个 NRSV 是同款的 Understanding Mind 哈。这咱若看安尼无同款的圣经，这个翻译的。情形，你会晓会出这个智慧的心是咧讲啥无？就是讲所罗门所求的，毋是咱一般咧讲迄个智慧，那尔吼，嘛毋是讲各位兄弟，你若是王吼，你会安怎求？如果你是王，你想求，你是一个总统，一个王，你会甲上帝求什么款的智慧？什么？国家更加强的智慧对吧？好，其实你一定会选这个啦，领导统御有没有？啊，军事要奇才啊，那对不？好，然后也可以变成经济王牌啊，呢，是不是啦？然后行政高手对不？其实不是呢，所罗门不是求这的呢，伊要做一个王，伊所求的是什么货？各位仔。伊要做一个王，伊并无去甲上帝求迄款的智慧，是领导方面的智慧，还是行政方面的智慧，还是讲军事，还是经济？这有重要无？各位兄弟，这对带领一个国家有重要无？这重要哈。虽然笼统来讲都是智慧，是不是？这拢是智慧嘛。不过所罗门所求的是什么货？伊所求的是。讲会当辨别是非，会当听颂。这个下面这一句是亚花讲的，上帝讲，你既然11节你既然求这无为家己求回收，无为家己求好嘢，无求灭绝你的对敌的性命，单为家己求智慧，通分别审判的理。好，看到没有？他祈求能够明辨是非，能够听讼，就是说做一个好法官呐，可以维持公平正义。各位兄弟，为什么这个会是一个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讲，伊求的是伊有一个智慧，会当互伊的国家公平、公正、正义。他不是求他可以让这个国家有经济变好的智慧，会当这个政经的智慧，会当领导统御的智慧，会当行政管理的智慧。伊是甲上帝求迄个智慧是会当明辨是非，会当去维持公平正义的智慧。为什么反而这个是很重要？其实在一个群体内面你唔免教大家嘛要趁钱啦，是不是？大家都可以会拼命赚钱。那用咱今麦资本主义来看，大家都拼命赚钱，最后一定怎么样？贫富不均嘛，是不是？有的人这高趁钱，伊有钱了后，伊用钱，钱滚钱安怎讲？钱加钱，钱加钱，愈加愈多，是不是？愈加愈多，钱加钱，愈加愈多。袂晓趁钱的，无这个趁钱的智慧的，愈来愈劣势，愈弱势。所以其实不是所罗门迄个时代，各位兄弟，算讲今日这个时代，国家政府上重要的一个功能，其实是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平跟正义。这个是要由公权力来维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咱会当看，今麦最政府选择跟谁站在一起？跟财团还是跟一般老百姓站在一起？当然是要跟财团站在一起。这是无公平正义的社会，的政府。咱台湾这可怜，咱台湾自我有印象以来，无论蓝绿，无论什么党执政，拢上爱画三字，拼什么？拼经济，这大家拢上介意的，不是说拼经济不好，无所罗门这个智慧啊。所罗门不是讲拼经济的智慧，是什么的智慧？公平正义的智慧，这不容易啊。你也当掌权者不会偏袒有资源的人，掌权者会当寻求这个群体群体内面的公平正义，这是不容易的代志。各位兄弟，这是不容易的代志。有当时咱若看较远的、看较久的、看较快的、看无共款的国家，咱就会当知影像即摆的美国嘛是选一个啥物货？胜利人拼经济的总统，你就看到这个国家公平正义开始走下坡。所以尤其是即摆来看所罗门王的选择，是真正是有智慧的。他跟上帝求的是公平正义，不要小看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最起码的爱。就是讲，你讲公平是一种爱哦，因为人是有偏心的，人只会偏向自己介意的那一方，人不会天生是愿意公平正义的，所以公平是最起码的爱。德国人不过是美国人，一个美国的神学家叫 Reinhold Niebuhr。Reinhold Niebuhr 在基督教伦理学的学者很重要的一个人，他对美国的影响最大。Reinhold Niebuhr 他有个弟弟叫 Richard Niebuhr， 两个兄弟都是基督教伦理学的学者。这个哥哥较有名 ，Reinhold Niebuhr， 伊有一本册叫做《道德的社会与不道德的人》伊讲人是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伊讲个人会当有较悬的道德的
特质，啊，毋过社会无群体没有办法。伊是咧讲什么意思？伊讲人甲人中间吼，我甲客人技术中间，我会讲讲听，我们可以实践爱，就是讲，我可以为了让启隆执事好，然后我牺牲我一点点我自己的权利，这个就是爱的实听的实践。我有讲清楚无？好，人跟人之间做得到。啊，毋过伊认为讲团体甲团体之间无听的无听存在的可能性。好，就是团体跟团体之间没办法实践爱，为什么？是安怎？一个团体甲一个团体中间，伊讲无法度实践听。他都我讲过哦，咱先甲出来好啊。好，真正的听是要超越公平的。不过什么时候可以超越公平？要有什么？要有牺牲的时候，才有可能超越公平。好，我都讲过，个人跟个人中间，或是少数人跟少数人的中间，会当公平啊，因为有可能可以牺牲。好，父母为儿女牺牲，好，夫妻配偶为对方牺牲，好，甚至于儿女也为父母牺牲。就是讲有牺牲的时阵，迄个听较会当显明。啊，毋过咧，让咱来想象，想象群体跟群体。举个例给我听，快点。群体哪一个群体愿意为另外一个群体来牺牲？那这一个，那就是有爱了。来讲个群体来试试看。快点举个例，讲一个群体，啊，好，不要讲太多。我们在什么里呀？这里是什么里？古装里哈。啊，你那隔壁什么里？什么里？你知道不？你应知哦，古风里哈。安到古装里的人哈，要不要为了古风里的好处，我们牺牲一下？没不？啊，要不要啦？不要，当然不要啦。咱要互所有住伫古装里的人有一个共识，说：哎呦，咱隔壁迄个古风里吼，咱个生存呐，互因过较好的日子啦。啊，咱安那？啊，咱这边来牺牲啦，咱路拢卖修啦吼，啊，迄个地下水管拢卖修理，啊，经费安那？互古风里买无？买无啦？卖啊！咱隔壁栋吼，1楼吼，迄开餐厅啦吼，啊伊个遐，因吼哇，讲请甲要死，啊甲宣传啦，咱安那片啊，订一个吼，互因继续开啦，买无？各位看这，迄个群体甲群体中间吼，很难实践迄个听，因为牺牲无容易，牺牲成做一个共识是无容易的。上济做到对，Reinhold-Niebuhr 理论，伊讲群体甲群体中间做到公平就介够啊啦。他说，公平是群体跟群体之间最高的道德。所以，伊咧讲的意思是讲，人是可以有道德性的，啊，那社会群体咧就没有道德性了。上济敢来当做到对，公平。啊，毋过若要做到公平嘛是安那？这困难的，是毋是？你讲，台湾的社会有无同款的群体无？有啊，吼。你们要举例呀、哪一个群体有可能为另外一个群体来牺牲家己？好啦，客家人安尼好无？客人的群体。甲什么群体？河洛人的群体，河洛人讲安那，咱来牺牲啦吼，互客人安那，过较好的生活，买无？这河洛人买无啦？买无啦？做生意的时候爱让哦，爱让哦，不可能呐，好。没有办法去实践迄个听，去生存另外一个群体，
好，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啊，毋过吼，这里有各位兄弟，下面我要讲我讲的吼，头前是约翰尼布尔讲。约翰尼布尔是基督徒哦，他神学家哦，以及基督教伦理学哦，他的观察这么犀利，伊竟然会当讲出这款的理论。啊，毋过其实是甲咱的信用有违背，是不是？教会是不是一个群体？是不是？这个教会这个群体是不是应该愿意牺牲家己？